好，各位同學，呢一段片呢，就即將會同大家講澠池之會呢一件事嘅餘役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其後秦伐趙，拔石城。咁之後呢，秦國就攻伐趙國。拔字呢係解攻佔咗咁解，攻佔咗石城一笪地方。明年復攻趙。明年呢，第二年又再次攻打趙國，殺咗20,000人。秦王使使者告趙王。秦王呢，派遣咗一啲嘅使者嚟告訴趙王，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。呢一句呢，又係用咗倒裝句啊！佢原本嘅句式應該係欲與王於西河外澠池為好會，咁佢將個好會呢就調前咗，就強調嗱，我哋今次係一次友好嘅會面嚟㗎，唔打殺㗎咁講。咁樣呢，係呢一句呢，其實就係講緊希望同趙王喺西河外嘅澠池進行一次友好嘅會面。秦王畏秦。趙王畏秦，咁趙王呢就好怕呢一個嘅秦國啦。欲無行，無呢即係不咁解啊，咁就想唔前往呢，行係赴會，唔前往赴會喎。廉頗、藺相如計曰，廉頗同藺相如呢都同趙王講啊，大王不行，是趙弱且怯也。如果大王你呢唔前行嘅話呢，事就會顯得趙弱小且膽怯啦。聽到呢一度，趙王都不得不去啦。於是乎呢，趙王須行。趙王呢，於是就赴會。相如從，相如呢跟從佢嘅陪伴住佢前往咁解啦。廉頗送至境，廉頗呢就送趙王佢哋呢去到邊境，與王決曰，決係解辭別咁解啊。同趙王講，王行道理會與之禮畢，還不過30日。度即係估計啦，你呢即係路程啦。咁樣呢，佢呢就呢度講緊呢，就估計路程呢，同會面嘅節禮完畢後返嚟呢，係唔會超過30日嘅。30日內不還呢，則請立太子為王。假如30日後呢，大王你都仲係唔返嚟嘅話呢，咁就請批准我哋呢去冊立太子為王，以絕秦妄啊！絕即係斷絕，妄即係陰謀，以斷絕秦國嘅陰謀。王許之，趙王呢就答允咗，遂與秦王會澠池。於是呢，就同秦王呢喺澠池相會。秦王飲酒含，呢個含字係解盡興。秦王飲酒飲到好高興，就話啦，曰：寡人竊聞秦王好音。竊係解私下，好係喜好。喂，我私下聽聞趙王你愛好音樂，請奏瑟，請你用瑟彈奏一曲吧。趙王呢，於是乎鼓瑟。趙王呢，就於是乎真係彈奏咗瑟啦。秦御史前書曰，秦國嘅御史呢，史官即係話，就崔前寫曰：某年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飲。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同趙王會面飲酒，令趙王鼓瑟，就命令趙王奏瑟。喺呢一度呢個令字呢係用得好絕㗎。命令嘅意思係咩啊？上行下效咁解。咁邊個係大啊？秦為大，趙
就係細嗰個啦，咁所以咧就聽明先奏失，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係特登要用個令字㗎，好鬼衰啊！咁樣咧，論相如前曰，咁啊論相如咧，咁啊都唔輸蝕，咁佢咧就前曰就講啦，趙王竊聞秦王擅為秦音，擅係擅長，為係演奏咁解。趙王呢私底下亦都聽聞呢，秦王呢係善於演奏秦地嘅音樂啊，請奏盤否？秦王以相娛樂，咁佢咧就話啦，哎呀，請你咧就獻上請獻上盤否俾秦王，以互相娛樂啦。秦王怒不許，秦王就發怒，唔答應佢。喂，點解啊？喂，你係邊個啊？點解我要擊否去娛樂你啊？咁所以咧，秦王係唔肯㗎。於是相如前進否，於是咧相如咧就走前去，然之後咧就將個否咧獻咗俾秦王。因跪請秦王，隨即咧就跪低邀請秦王咧擊否啦。秦王不肯擊否，相如曰，秦王都係唔肯，相如就話啦：5步之內，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。佢咧就話：如果你唔肯擊否嘅話咧，嗱，我5步之內，我就要將頸上面嘅血濺喺你大王你嘅身上啦。喂，以死相逼啊！佢玩左右欲引相如，引係刀刃咁解，喺呢度咧佢就講係想殺咗佢啊。秦王左右嘅侍衛咧想殺相如，但係相如張目斥之，張目即係瞪目，斥即係學斥，之即係左右啊，即係侍衛啊。相如瞪大隻眼，喝斥佢哋，左右皆尾，尾字係解倒退。哇！左右嘅侍衛都俾佢嚇到咧，退回去啦。於是秦王不逆，咁啊跟住之後咧，秦王好唔高興咁樣，為一擊否，咁啊敲奏咗一下盤否。相如故召秦御史書曰，相如咧就回頭就叫咧趙國嘅使臣即係御史咧就寫到啦。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為趙王擊否，咁啊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，秦王就為趙王呢敲擊盤否。咁啊咧跟住落嚟咧，秦國嘅群臣又喺度講啦，請以趙15城為秦王守。喂，請趙國獻15座城池俾秦王祝壽啦。相如亦論相如亦曰，咁啊論相如都唔執輸，你叫我俾15座城池你，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受。喂，請你哋咧亦都獻出咸陽俾趙王祝壽。咸陽係嗰陣時嘅邊度啊？秦國嘅首都啊！你叫我俾15座城池你俾你嘅首都我哋為趙王祝壽啦，咁所以咧係亦都唔輸蝕咁樣咧，用言語咧係反攻嘅。秦王敬酒，敬咧係解完畢。咁啊，秦王直至到酒宴完畢咧，終不能加勝於趙。加係私家，勝係佔優勢。咁啊，最終咧都唔可以喺趙國裏邊取到任何嘅好處。趙亦盛設兵以待秦，盛係大量，待係防備。咁樣咧，趙國亦都係部署咗大量嘅士兵去防備呢一個嘅秦國。秦不敢動，秦國咧最終都係不敢輕舉妄動㗎。咁啊，澠池之會嘅內容咧就去到依度，咁樣咧至於最後一個負荊請罪嘅故事，就請睇下一段片啦。